中现光厝走溪流撇水环的景象，这是台南市安南区丁六以及城西社区在2冬前推动的社造计划，找来一群平均60岁阿公阿嬷担任演员，排演一出社区剧场。经过演练，在台港文化中心发表演出，主要是在诉说咱安南区的故事。台江内海，那过去一直到现在，整个生活的演变，整个生活的变迁那这次特别不一样的是，我们营造轻盈共演。上个人的演员是82岁吴美珠阿嬷，把过去日常生活的故事搬到舞台。做伊曾经做过的代志，这摆演出，互伊感觉相当欢喜。我家己我都讲要做运打饭打鱼来运算鱼牵鱼安尼啦，感觉做欢喜，像俺食了有通干咧摆这个鱼安尼来做欢喜的啦。就像这个回一样，就像一个自流的水这样来来去去，来来去，出不去又进不来。但是最后，他们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找到说他们跟这个土地的情感的连结，所以这里就变成他们的故乡。戏剧当中，82岁美珠阿嬷手抱希望，唱着古早歌谣，好爷庄严出巡等精彩画面，拢互看戏的观众因为故乡历史更打进家己的生活经验，并且演员精彩演出，拢互人相当感动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